我哋認為亞洲固定收益市場嘅基本因素係相當穩健嘅，佢嘅收益潛力亦都比歐美債券為高。首先喺2016至2018年，日本以外嘅亞洲地區預計平均國內生產總值按年增長將會係達到6%，呢個數字係遠遠高過歐美以至環球嘅平均水平。另外，亞洲嘅新興市場國家總共持有超過5萬億美元嘅外匯儲備，亦都有助應對將來可能發生嘅危機同埋種種挑戰。喺過去嗰10年，我哋見到大部分亞洲國家嘅信貸評級有調高嘅趨勢，當中好多已經達到投資嘅級別。我哋認為呢個趨勢將會持續，並且吸引更加多嘅投資者將資金放入區內嘅債券，從而使區內嘅國家逐步得到好處。喺可見嘅未來，我哋預計亞洲整體嘅趨勢係經濟增長潛力保持穩健，外匯儲備維持充裕，以及信貸評級持續改善。換言之，投資喺亞洲固定收益市場嘅利好因素仍然係存在。亞洲固定收益市場比起歐美同類市場嘅潛在收益就顯得吸引啦。以印尼為例，10年期政府債券嘅孳息率都超過7%，其中印度政府債券除咗孳息率高之外，利率波動亦都保持喺相對較低嘅水平。我哋預期印度儲備銀行將會恢復推行較寬鬆嘅貨幣政策，甚至有可能喺短期之內減息。我哋會選擇適當嘅時機增持呢啲亞洲本幣債券。我哋嘅團隊喺亞洲好多個國家同地區都駐有當地嘅投資組合經理同埋信貸分析師。我哋對於相關嘅市場有非常深入嘅了解，亦都能夠就本幣同埋美元嘅債市提供精闢獨到嘅見解。亞洲區本幣債券同美元債券最主要嘅分別係在於前者嘅發行商主要係主權政府同埋準主權機構。呢啲債券嘅投資價值主要係取決於個別國家嘅本土利率前景同埋經濟嘅基本因素，而美元債券就最主要係由企業發行。相對於純粹投資喺美元債券，加入本地貨幣債券可以令到投資者得到更大嘅優勢，捕捉更加全面嘅投資機會。除咗美元債券所帶嚟嘅收益之外，投資者可以透過本地貨幣嘅升值，取得額外嘅潛在回報嘅。繼今年第3季由流動性主導嘅升勢之後，我哋預期流入亞洲市場嘅資金仍然可觀。最近市場對某一啲國家嘅基本因素開始感到憂慮，而令到資金流入嘅步伐可能稍為放緩。不過，個別市場依然可以帶嚟唔同嘅投資機遇。例如，我哋繼續睇好印尼市場，因為當地嘅經濟基本因素依然保持相當強勁，支持住本幣債券嘅表現。我哋預期印尼貨幣政策放寬嘅步伐會喺未來1年慢慢減慢，但整體放寬嘅政策依然係會繼續嘅。展望未來12個月，我哋認為高息債券喺現水平就唔算係非常之吸引啦。風險方面，密切留意住一啲利淡新興市場嘅因素，譬如係話油價急挫，又或者亞洲以外新興國家經濟出現嘅波動等等。展望未來，若然能夠透過貨幣同利率市場運用戰術去部署本幣嘅債券，同時選擇高質素嘅美元企業債券，賺取穩定嘅信貸收益，都可以提升整體投資組合嘅回報潛力。